我们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。立委鲍昆萁已经回告国民党党籍的身份，这件案件嘛已经伫国民党中常会通过，不过也是引起到党内有无同的意见。科技会落尾以流会方式暂停这个案件。鲍昆萁拄则10点钟在立法院开记者会，正式来说明。昆萁从政将近20年，历任4届的立法委员以及2任的县长，不只是正蓝，更是深蓝，也从来没有脱离过我的范畴。这是从政的初衷，所以这是一个男人的承诺。我对人民不断的表达，我在这个阵营里面，我会来支持正蓝，所以才选择在这个时候恢复党籍。从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，经过8年，我们共同的努力，在2007年吴伯雄主席的感召之下，国民党、亲民党全面的整合成功。其中代表亲民党的就是傅昆萁，代表国民党的就是吴伯雄跟吴敦义，共同签署了国经共同合作协议，让2008年马英九能够顺利的来当选，并达到86席空前的胜利。而在整个8年的执政当中，国民党大家大业，荣华富贵，掌握国政。傅昆萁未曾在其中，但是我还是给予满满的祝福。在16年以及20年，傅昆萁也给国民党最大的支持、协助跟帮忙，让16年、20年总统大选在花莲都能够获得逆势的大胜。而在此时此刻，国民党失去政权，家徒四壁，只剩下赤手空拳的时刻，我在此时愿意来给国民党最大协助的力量，因为唯有集中在野的每一分力量来监督执政党，才能够导正国家的方向，让国家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能够更加的健康稳定，也是国家人民之福。唯有强大的在野党，才能够让执政党不会权力的腐化，不会有权力的傲慢，这个才是民主国家人民之福。我想此时此刻，有很多的这些想法跟意见。我想，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，对于昆萁个人的批评或者是指导，都是我迈向持续成长进步的养分，我都予以充分的尊重。我想，未来我会持续的来支持蓝营。过去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未来能够振衰起弊，能够赢回政权，必然有我。我想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表达，20年来不改其志，不管什么样的风吹日晒雨打，昆萁总是永远的支持蓝营，而且我初衷不变，有多大的愿，就有多大的力量。要成就多大的功业，就有多大的模考。我想我都会欣然接受，对任何的批评指教，我都尊重。这是我成长、持续向上茁壮的养分。我也再一次的表达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有这么多好朋友的关心。我想，我们不要再耗费社会的成本。团结所有的力量来监督执政党，我们相信，只要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一定会在2024拿回政权，这个才是国家国民之福。我想停止所有的损耗，我们一起团结力量对外，那才是基层支持我们的民众最大的期待。面对金溥聪的这个批评，你怎么看？
他还认为说您的那个案子可能影响国民党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于今天我们得来不易的民主，对于言论的自由，以及各种不同立场、想法，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。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的尊重跟包容，对于社会的和谐、国家的进步，都会有正向的发展。